来看蔡总统进前伫个面册来宣示，讲立法院后一个会期要完成中共代理人的修法，要严格来禁止任何会危害到国家安全的政治宣传。结果去由国民党来痛骂讲，这根本就是蔡英文为了要拼大选所使出的绿色恐怖的手段。全世界没有这样的恶法，他比戒严的时代还要过分。 国民党立委炮轰蔡总统，拢是因为面册点名这篇图文，下一个会期要完成中共代理人条款修法，严格禁止人民、法人、团体或者机构为中共进行危害国安的政治宣传，或者是参加中共所举办的会议活动。假设中共代理人条款通过之后，不但在座的媒体没有新闻自由，没有言论自由，到时候违宪。 超过100万以上的台商纳入整个刑法的险境。惠宏台形容中共代理人条款根本是民主倒退50党的历史恐怖。民进党立委吴思瑶反击，这是国民党的恶意抹黑。担心行政权扩大的这个部分，也可以在草案内容我们具体来载明，而不是现在还没有讨论就无限上纲的为反对而反对。那这不是为了选举，这是为了国家安全。 中共代理人修法到底是应该依照党团版严格禁止，或者是比较美国方式公布资讯？当然嘛，出现无同声音。政府对此法应该规范更精确，此法的重点在揭露，而不是处罚。那咧双方的炮火拢真激烈，中共代理人条款也未修法，就已经加做下一个会期的重头戏。